欢迎收听9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斯拉记的10章1到22节，重建圣殿 2.0 的改变。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重建的是在那已经建好圣殿当中这些对上帝律法实行的方式，以及人对上帝的信仰敬畏的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从那不敬畏、不认识甚至无感活在罪恶当中，他回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透过上帝的话语，通过上帝的律法，再次恢复人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心意，以及上帝对以色列人民的应许。在今天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10节，上帝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这是用不着后悔的。可是属世的忧愁会使人死亡。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觉得我都做了，我好像也没有做错，可是我心里面怎么就是觉得怪怪的。甚至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用了一些策略方法，然而我们的良心却提醒我们，这可能得罪上帝了，或者是我们深知这是违背上帝心意的。而在这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昨天跟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以斯拉面对到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们，然而他们用过去的价值观仍然行那个上帝心意当中，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所以以色列人最后才会灭国的。而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感觉好像又要开始重操旧业了。以斯拉寻求上帝的心意，对上帝的律法是很有研究的。然而更重要的不是研究上帝的律法，而是要活出上帝在这个律法当中对人那长久的心意。在今天 RPG 的经文说，上帝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所以上帝让我们会担心一些事情，或者是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之后，我们看见一些环境的变化，我们心里会忧愁。这个忧愁是好的，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要走向那个使自己得救跟别人要得救的道路。我们要去寻求这个方法，也就是我们要将福音传给别人。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在那个人的需要上，他要经历上帝改变他的心，使他的心来得着从上帝来的心意。而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以斯拉他面对这样的处境，他选择他带领人民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宣告神的心意，他们在那里重新认识神的话语，认识在历史当中神的作为，以及神对以色列人民的应许。而在这其中，今天的经文，当他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圣灵好像就在感动每一个人的心。真的透过祷告，其实神最大的改变是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开始有了改变，以至于我们的改变成为一个影响力，带来这个社群，带来这个社会，甚至带来这个国家整个的改变。有一对夫妻在婚姻当中，因着有一方对感情过去透过原生家庭，甚至到他自己建立家庭之后，他其实对感情的价值一直是没有概念的，甚至对婚姻没有期待，反正不行就再离婚就好。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结过婚一次，然而很快的就离婚了。而过了几年后，他又遇到了他觉得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人，又再结婚了一次。带着这样的思想的他，真的在婚姻当中很容易就走入了冰点，因为只要不行
就离婚就好啊。而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真的是辖制了他的心，让他在每一次的选择最后都想说那就直接放弃最快。然而上帝的心意却是透过这段婚姻要带领他来认识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他在这当中因着弟兄姐妹的支持以及他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才开始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愿意用上帝的话语看待婚姻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在婚姻中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后来真的是带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另一半，甚至他的家庭跟家族极大的祝福，感情越来越好，关系越来越敞开亲密，而他自己也得到了从上帝话语当中真实去行动带来改变的祝福。这个改变开始，医治也启动了。以斯拉他面对以色列人民跟其他民族通婚，行上帝看为罪恶的事情感到痛心，也在这当中他开始祷告，从他自己他周遭的这些跟随他一起来敬拜上帝的人，这样的改变就开始发生。在这人群当中，有人说那他们愿意要跟这个外族终止跟他们通婚的这个提议。其实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这第2节讲到我们娶了外族女子，其实是原文是说我们与外族女子同住，可能是根本没有婚姻的关系，或者是以斯拉在这里所记载的是认为这个不是符合婚姻，这是婚姻的条件，所以他们与外族女子同住。甚至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他是休了自己原来同一个民族的妻子，然后娶外族女子为妻，更不要说娶外族女子为妻之后带来的这些其他异教的敬拜方式，是大大的得罪上帝。所以在这里，当他们祷告开始，改变就开始了。有人提议要终止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他们大家就一个又一个的愿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并且在那里订立了规则，要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要一起放下过去那得罪上帝的行为，也要一起在上帝的面前当中承认自己需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然而在这里面一定有人是不愿意同意的，而这些不愿意同意，当然在今天的经文来看是少数。然而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这些名字就被记录下来了。而这些名字被记录下来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在圣殿里面教导上帝话语的律法这样的一个读圣经、读上帝圣言的文化开始启动了。过去的以色列人在那还没有被掳归回再往前推的历史当中，他们透过会幕的敬拜，透过圣殿的敬拜，透过这些节期来敬拜，来认识上帝的心意。可能一年当中只有节期他们会去到敬拜，其他的时间是回到自己的家中过生活。然而从以斯拉记开始，开启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代。这个世代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话语开始认识的世代，他们开始研究上帝的话语，他们对上帝话语有认识、有研究、有思想有行动。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到犹太人的拉比文化，如果追溯到最早，其实就是从以斯拉开始的。而这样的开始是从一群愿意改变、放下、付代价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的以色列人开始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说，那这些外邦女子、这些外族女子，她们的儿女不就很可怜吗？当我们面对到我们自己所做那得罪上帝的事，真的是要付代价，而且那付代价是痛苦的，那付代价
是会带来许多不公义的。然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负责，神他也为我们负责。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是三言两语很难就把神的心意讲得完全清楚，完全透明。然而神却是能够在一路上感动我们的心，透过认识他的话语，我们更知道我们该如何行。就好像今天从18节开始往后看，明天的经文更是都是这些娶外族女子的人的名单，而且这些名单竟然就是从祭司，竟然就是从这些领袖官长开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成为领袖的，成为这些官长的，成为这些权柄的，愿意来改变自己，这个社群就会跟着来改变，这个群体就会跟着来改变。而我们如果是这其中的一个你觉得是平凡人，当他的改变也很重要哦，因为明天的经文就会说到，这些一般民众他们也改变，这个以色列人就一起改变，他们恢复了那敬拜上帝，不管是自己的心，还是他们的这个社群，带来极大的祝福。而这祝福从那个时候延续至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以斯拉成为一个将上帝话语带给人民，带给敬畏上帝的人，也一直带给到现在今天我们可以读圣经的每一个人。主，谢谢你的恩典，从一群愿意改变付代价来转向跟随你的人开始。主，你的话也持续至今，你的心意让这一群承接的器皿成为一个流动的祝福，带到他们所去的地方。主啊，你今天也透过这段经文鼓励我们的心，我们就是那个器皿，就是那个承接主你祝福的器皿。但是这样的承接也透过我们愿意改变，愿意成为一个被调整方向，被调整脚步，愿意成为一个愿意悔改从事主你心意的人开始。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也透过今天的这样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改变都能够来影响，不仅是影响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能够影响世世代代。愿我们的心被主你来激励，成为这样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以斯拉在他那个世代里面所经历到的祝福跟改变，也临到今天的你我。让我们为上帝的国来忧心，也为上帝的国来开心，也让我们以祷告来恳求上帝改变我，感动我，鼓励我，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为主来行动。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